金门今日日透早，因为大雾影响小三通的航线，其中有一帮船停航，600外个旅客拢喺等待后补的名额。到下晡，人阵才豆豆受解决。另外，伫咧上期机场也有4班飞机延前，哇300个旅客受影响。加在伫咧9点左右，防部陆续开始线，交通是陆续恢复正常。金门小三通的码头，做摆旅客客甲10通通，13透早金门地区各大防务，因为能见度比200公尺较低。金门县港务处发出公告。金门来往5通航线为8点开始停航，原本已经到码头准备坐船旅客，今日踮伫码头大厅看运气等复航，造成很大的困扰啊！大家旅客大家都心急如焚啊，大家旅程就被打乱掉。好佳在大雾9点外开始散去，港务处评估能见度已经到开航的标准，为10点10分恢复航班正常。不过因为大雾影响，有一个航班延后，也有一个航班停航，所以有600外旅客爱伫现场候补，一直到下晡3点左右，候补的人才疏解。只有停了1班，因为我们第1班基本上都会开，所以我们10点10分复航以后，第1班还是有开，所以停航的是第2班10点的那一班。现场旅客候补有600多号。受大雾影响的，还有金门上期机场有4架航班延误，影响将近300人。大雾散去了后，也恢复正常起工。金门气象站表示，这摆南风大来，湿凉天气有可会继续到10号方面落南。这段时间，金门地区开赴低云或者是大雾，影响能见度。提醒要坐飞机、坐船的旅客，爱注意航班信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